来继续来看这个网络脱口秀的节目《贺龙夜夜秀》又搁脱册了。刚播出的节目，主持人贺龙甲原住民立委参选人的名念唔对去，当事人是真不满，发文来炮轰着制作单位，讲就算你要更替我的名，至少嘛要先念好正确才对。啊，节目的制作人是赶紧来回释的，嘛甲有争议的片段甲踢掉。也毋过，就是贺龙这个主持人面对一连串的争议，就是无爱道歉。原来因所看重的是流量声量，有流量就有钱赚赚，因根本就无咧插这个声量是正面的，也则是负面的。既然柯阵营这次大选那么照顾我，那这一集的 A， 我们就来讲柯粉最想听的主题——做票。昨上新的影片讲偷开票的议题，但卫生节目贺龙也受进入因为歧视的风波，网友拢继续甲看，想要到这个片段又搁引起争议。票手应该要有职灾加级，不过也好险，黄宏成台湾阿成世界伟人财神总统，他没有跟颜色不分蓝绿支持性专区颜色田圣杰，以及李我要单列族名，我的布农族名字是 Savan 马林吉内同选区，不然开票员会殉职。用候选人的名字滚上就好，当事人真不满。地面车写讲，就算你要考写我的名字，上无嘛要先念好对，唔要尊重别人，才好中国人上节目考写新疆者，甲台湾的民主制度，佮讲果然是笨手节目。民国民党不要读撒粉案，我是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员参选人，也是。像新闻专访用原住民语自我介绍，确实甲节目中无共款。针对这点，节目制作人毛回实力表示讲，事先有参考伊本人伫原住民电视台自我介绍的念法，并且有讲虽然有练几下摆，并且找人来学习，也毋过发音若是无正确，还是讲无标准，互你无欢喜，实在不敬，直接甲你回实力。然后那个残疾人说：“这个要支持民进党。”这是其实新疆者言论后，制作单位第二摆回释的，就连态度真强的王志安嘛纷纷伫社群媒体回释的，即摆就剩贺龙拢无出声。针对伊的做法 ，PTT 创设者杜奕瑾就表示讲，流量对因来讲就是真金白银，对甲毋对无重要。就惊无流量，只能讲伫网络世界，不管是正面的声量，还是负面的声量，只要有声量，拢是好代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